let's let it all in. Children have been waiting. They can't wait for the festivities to begin. Let's let it all in. Children, this has been waiting. They can't wait for the festivities to begin. Christmas cheer. Can you hear? Can you hear? Let's let it all in. Children, this has been waiting. They can't wait for the festivities to begin. The air is filled with laughter as we Christmas tonight. Visit this old Saint Nick and his helper, bringing joy and to me towers. Filled with laughter as we Christmas tonight. Visit this old Saint Nick and his helper, bringing joy to me towers. Days of auld lang syne, for au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days of auld lang syne. Surely you'll be your pints too, and surely I'll be mine, and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old lang syne. And there's a hand my trusty fear, and he's a hand o' thine, and we'll take a right good will
Mrs. Claus, this one's for you. Tell me, sweet mama, what's I gotta do? I'm tired of pretending it's just who I am. Come on, Mrs. Claus, let me be your man. I'll quit shaving, wear a cap on my head, buy matching robes all shiny and red. I'm begging you, please, I'll do all that I can. Come on, Mrs. Claus, let me be your man.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boy, I never cared much for all those toys. You've always been the one for me, my beautiful angel on top of the tree. On Christmas Eve, if you're feeling alone, go right ahead and pick up the phone. Give me a call, I'll come quick as I can. Oh, come on, Mrs. Claus, let me be your man. Mrs. Claus, this one's for you. Tell me, sweet mama, what's I gotta do? I'm tired of pretending it's just who I am. Come on, Mrs. Claus, let me be your man. Oh, Mrs. Claus, let me be your man.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holy infant so tender and mild,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shepherds quake at the sight, glory stream from heaven afar, heavenly hosts sing hallelujah, Christ the Savior is born, Christ the Savior is born.
这个不错。Hello，大家晚安。嗨，大家晚安。哇，圣诞快乐！晚安。我们的罗月来，嗨，牧师，圣诞快乐，大家！圣诞快乐！让你来开箱哦，大家都在期待。好，欢迎来到圣诞欢乐颂，开箱惊喜圣诞礼物。嗨，大家好，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这两个，哇，这两个哇，一次开箱2个哦。他原本就是做这2个设计，这个是要另外买的哦，就是要想把它2个结合起来，根本就是逼人家一定要收2个。对啊，谁会收单边，对不对？但是江南教会这次就是要送给大家，一次就是2个，送好送满。对，那这次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外观，我们先从男生这个爸爸开始，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应该大家都看过啊，从小到大陪伴我们。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演员广志，然后他这个衣服啊，跟这个他其实外观啊，他盒装就是所有的就是他实体的样子哦。然后特点是就是他这边有这个向日葵，向日葵在蜡笔小新中里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物件标记哦。然后接着就是可以看得到这个30是什么意思？蜡笔小新已经陪伴我们30周年了，哇，这么久了。对，这是特别在这30周年出的这一对。对，那接下来看到这个美伢跟小葵，他们最小的女儿，那他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造型其实都是出自于它真正的实体，不过有时候它这个盒装外观呢，跟它实体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哦。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它的实体长怎么样。对，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到广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刚开箱出来是长这样子，但它的头其实在这里哦。那它的头呢，其实是因为它比较大只啦。所以说，你看我这样拿起来很有分量，就像那个奖杯，奥斯卡奖杯有没有？然后这样就直接把它这样插下去，轻轻的就好了。它就已经兜上去了，非常稳哦，有没有？很大看这个里哦。然后接着呢，再看到我们的小新，哇，好可爱！这个是男生2人组，父子之间，有没有？这一般5岁有这么矮吗？应该没有吧？到这个爸爸的膝盖而已，很小一只，很小一只，很可爱。那他们其实拿起来都很有分量，而且小新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脚啊，你看可以轻微的转动哦，你要给它有点外八、有点内八的感觉，可以自己調整。对啊，那内八外八都可以哦。对，然后它裤子下面不会给你看到什么里面的东西啦，就这样做好做满的。对，那这蜡笔小新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表情哦，就是其实这个蛮那个就是经典，就是在以前比较常会看到这种表情，广告时段啊什么的。然后广志的这个，他只有在拍全家福的时候才会特别穿的这个正式的西装服，绿色的很特别。对，然后它整个有没有看到？它呈现的都是做一个雾面的感觉哦，所以它整个质感就非常的日式。对，它日式都会那种比较雾的，然后有点天使光的那种感觉。对，整个颜色都很温和。对，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站的嘛，对不对？那有时候会遇到地震什么的所以说就需要一个地台，这是它里面附的。那这个地台啊，跟它这个广志的这个西装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叫做 Tiffany 绿吗？Tiffany 绿啊，很有质感了。然后就直接把它扣住在这下面脚地方，它就可以在地震的时候就不会倒下来，就很稳，真的很稳。因为有时候这种收集公仔啊，就真的很怕它倒下来哦，要倒下来敲到就容易受伤。那蜡笔小新呢也有这个地台，那它的地台是长这样子，像一个这个沙漏的样子哦。然后接着就把它插上去，有没有？有点坐在上面的感觉，有点坐在上面，但因为蜡笔小新脚实在太小了，虽然说它可以站，但真的像立蛋一样很容易倒。对，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女生。好，女生来了，这边它很特别哦，它居然是还有椅子，附赠一个椅子。然后这椅子啊，我们先来看这椅子好了。这椅子有没有觉得特别的逼真？很像真的那种，现实生活中会出现的那种皮的感觉。然后整个蛮大的，这是给妈妈做的。哇，都是什么材质？其实都是塑胶材质啊，只是它做起来的感觉有点那种反光，然后亮亮的，会让人家觉得好像真的有点皮的那种感觉。真的耶，好漂亮哦。对，然后再来是美伢跟小葵，
那美牙呢，它就是成一个坐的姿势，这样一体成型，然后可以看到它细节都还不错涂装上面什么的，然后连就是美牙的项链呢，都可以很清楚看得到一些细节什么的，然后它就可以这样坐在椅子上面合体。对。它中间没有任何卡榫，所以说拿的时候要小心，要记得它不是粘在一起的对，不能直接这样拿，对啊，它会分开。对，那不知道大家，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整个合起来的感觉有没有？蜡笔小新应该在前面，这样整个合起来的感觉，其实就是它这个剧情里面呢非常经典的一幕哦。这个是之前他的妹妹，就是美伢的妹妹梦雅，她第一次拿到这个摄影工作，然后她就想要练习，然后就拿这个蜡笔小新全家人来练习。对，然后就在练习的过程中呢，就是中间就出现了很多，就是因为第一次嘛，所以说就会很多菜鸟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加上这个蜡笔小新他们全家人啊也很紧张，所以说到一直经历过很多的困难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就拍到了一张最美的照片，就是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一张照片。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能够幸运把它带回家的话，那也可以用个相框啊。就是一个框把它摆在一起，这种感觉应该会很立体、很漂亮哦。对啊，或者是旁边再放自己真的全家福的照片，应该也蛮有趣的。对，那个上面网络上都有那个他们的全家福真正的图片，真的是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做的非常的传神哦。对啊，所以它这个就是真的还原剧情里面的画面哦。真的，就像我们这次圣诞节一样，传达这个家庭就是要和乐，然后一起在一起温暖的做就是很多的事情，不管是这过程中有多少的琐事哦，其实都不会打倒我们这个向心力这种温暖的一个家。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时间交给牧师喽，然后我们就要来准备抽出幸运得到这一整套的这个好期待啊！观众。对，哇，好期待哟！我也想要但是我没有机会，因为我没有报名啊。那有报名的赶快预备好哦，预备你的手啊。应该是不是举真的这种手因为等一下应该是会按那个手的哈。好，那我们呢先要来看为什么会送这一个礼物呢？我想是圣诞节的关系，要传递好的消息。但大家都知道，其实好的消息之前先都会有一个坏消息哈。那坏消息是什么呢？我要请我们的同工把一个很美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看，然后呢，那个图画写的字呢，或许你会觉得这个一点都不美怎么会牧师你给我们这么不美的呢？这句话其实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1章里面，创世纪是第1卷书的第3章15节哦，这边就讲到上帝所创造的一男一女，就像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全家福一样哈。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敌哈。这个你就是那一个害夏娃犯罪的，吃的那个禁果的哈。好，还有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要伤那个蛇的头哈，你要伤他的脚跟哈。人犯罪犯错，以至于我们的内心常常就会很愁苦。怎么愁苦呢？想来想去都跟自己有关系就会很自私就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还有呢，就会呢以自己的想法呢，这叫做自以为是觉得只有自己是对的。那怎么办？那个家庭就不会像我们今天蜡笔小新这么和乐就会觉得哇，就很愁苦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祝福大家，给大家许个愿望。这位上帝可是在创世纪人犯罪的时候，他就预备了一个应许，就是会让我们的生活男生跟女生会变和好不会再吵来吵去，那个蛇就走开然后就是透过谁呢？当然就是圣诞节有关的耶稣基督要降生在我们的当中，然后让我们的家庭呢就会变和乐，让我们的家庭里面呢是合家欢。所以我要来抽奖咯，大家注意要抽什么呢？大家准备你的手，或者是打开你的镜头第一个的你要说的话，请你就要按
按什么？不是这样举手没有用，你一定要按那个举手的，好，让我们的同工知道谁先举手。好，预备好了，我们要来公布谁可以得这个奖哦。现在还没开始还没开始，先放下来哈。现在在镜头前，你是全家人的，请你按举手，然后把镜头打开。好，我们的同工谁第一个按举手把镜头打开的？请我们的同工说一下，请谁？那个魏明林，那个账号是魏明林的。请问是中文还是林维明先生？林维明来，可不可以让我们看你们的全家？来，让我们照相照一下来，我们的同工要化妆是不是？好，没问题。好，照个相请我们的同工，耶！哇，我们恭喜今天我们第一份送出去的礼物，恭喜恭喜恭喜你们。然后礼拜天请我们同工可以把要怎么领礼物的可以把它秀出来好吗？好，我们都要礼拜天，我们礼拜天你要到现场49号12点以后。好，那我们开播礼拜天我们是现场，我们不是线上开播之后到下午的3点以前要来领有4个礼拜天的时间你都可以来领了所以我们非常恭喜你已经得到了这个祝福，因为你家很幸福，我知道祝福你。那其他没有收到请不要难过好吗？明天还有，明天是什么礼物呢？我们预告一下好不好？这个准备公仔的我们要给罗月一点点时间好吗？好，预告一下。好，我们来预告。要直接讲出他的名字吗？应该没有吧？没有，但给大家猜一下，一点点。恶作剧由那个从外太空来的一个算是生物吧，一个角色，但是他非常喜欢人类就是而且安史贤是迪士尼。这有点明显对，但是很可爱，相信大家都会很喜欢对，超可爱。但是他很爱怎样恶作剧没错。所以，亲爱的大家，如果你是恶作剧的，不是，我们有梗所以明天好不好明天这一个公仔也很有意思你收到会很有会觉得很有力量，很被 empower， 因为它改变很多。他本来是很让人家讨厌的但却是后来成为一个大家都很喜欢他，拿到他的人会很受祝福。所以明天同一个时间，什么时间呢？当然是8点，你可以早一点来。今天我们知道吗？今天得奖的人就是第一个上来的嘞，对不对？要不要来发表一下我们的得奖感言感言，维明是不是维明先？来发表一下，你今天怎么会想到第一个上来？幸运真的很幸运。然后也很感谢这个教会办这个节目，我们真的很迫不及待的参加。真的，你们7点半就上来了，好，所以想祝福你谢谢，是美好给等待机会给等待的人所以亲爱的大家可以预备好明天可以找更多的人你家的人每个人都要报名。维明兄，你有报名吧？因为我们有报名才能领礼物的你可能有上来，但你没有报名，到时候你就没有报名的依据那就麻烦了好，那我们就是要像这个家庭一样，每一个人的家庭虽然刚开始男生跟女生总是自私自利，好像我们现在有些人的家庭，但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要祝福我们每个人家庭都能够有活力，都能够幸福好，那我们就明天见。我们持续会有一些影片有一些资料如果还舍不得走没关系，可以在这里等候大家说再见。好，那我们明天见咯，拜拜，准时明天见，拜拜，拜。
hanging lights on the front door. It's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 Pull a wreath out of cardboard. It says everyone is welcome here. Grandma's frosting the cookies. She waves at neighbors as they pass. She laughs as I sing jingle bells out of a marshmallow mustache. My little daughter came running up and sat on my knee. She said, Dad, I got a question for you. I said, what's on your mind? She said, I am not sure if Christmas dreams come true. Thought about it for a minute, turned to Tony Bennett. 你要跟我讲话吗？ I know that they do. 什么时候是刀？ Always asking me how 什么就是刀啊 I tried？ 我查一查再告诉你好吗？你想刀， me you. 但你会不会错过其他美好的？那小桃子，你想要什么？啊？而且你那有刀的那天，你不一定你来了你可以得到，因为我有可能会问以前的问题耶。譬如说，我如果问第一天我讲了什么，你就不知道哎，这样是不是你也得不到？你们有没有几个人想要一起得到，然后用轮流的？我想要悠悠跟我跟洪家恩。好啊，那你们就要结合起来呀。那一天鼓舞班、儿童班的，他们也要结合起来一起报名，他们要一起上来，然后谁如果得到刀，就用轮流的。你有跟他们一起吗？有啊。哦，那好啊。然后我要把那个铁链打掉。OK，那个礼物到时候是你们的，你们就